靖宇已经把详细的经过都告诉我了。李才啊，这次辛苦你了。只可惜未能将张小凡带回，请师叔见谅。小凡因当时去了胡岐山，胡岐山自从魔教落败、鬼王重伤后，便防守森严，无法突入。这次是弟子未曾考虑周全，本以为金允能够将其劝服，可没想到，早知这样，我就应该强行把他带回来。你也不必自责，李才啊，从诛仙剑落下的那一刻起，我便已经知道了，终究会有这样一个结果。如若有一天，你们再碰上我家老七，若真是动起手来，记着，不必留情。师妹，你别哭了。是啊，师妹，你就别哭了。靖宇都已经告诉我们了，这不小凡还活着吗？这人只要活着，他就有希望啊。没错，我们都想想办法，劝他回来就是了。啊，他是不会回来的了。哎呀，不会的，师妹。小凡他只是太过悲伤，他的脑子有时候总是不开窍。哎，他打小就那样，你们忘了吗？小凡他会想通的，他想通他就回来了。娘，小凡他为什么不回来？每个人都会长大，也会选择属于自己的路。小凡选择了他的路，你选了你们的。既已再无缘分，就不必强求了。为什么呀？难道养育他长大的青云门，待他如家人一样的爹和娘，还有师兄，还有我，还不如那个妖女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吗？灵儿，你这些话千万不能让你爹听到，否则他一定会惩罚你的。从今往后，大珠峰上下都不许在任何地方议论小凡，咱们就当没有这个人吧。不要！没有把人带回来吗？没有。那打探到苍松的下落了吗？我和小凡一起。
人生苦短，有时候我们甚至来不及仔细体验，那些稍纵即逝的日子，原来是那么幸福，便看着它在指尖溜走，再无痕迹。我明白，世间万物都会逝去，飘风不终朝，骤雨不终日，天地上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秋天枫叶落尽，春来万物复生。我找遍了神州大地许多的地方，仍没有寻到复活之术的线索。不转星移，沧海桑田，连满月景也在岁月之中干涸。可是，只要我仍活在这世上一天，就不会放弃唤醒他的希望。愁多枝叶寒，
知，当时一奔驰啊，冲锋半生痴，两情相悦时，谁能别离此？忆君的萍香啊，怎我长相思？洒我泪与君歌，歌有声，君有碧瑶，终有一日，我会等你醒了，答应你最后那个承诺，我们说好的。不为不为。
可走。汇聚了强大的灵气，甚至可以让人死而复生。至于该如何运用，你在这儿发什么呆呢？我只是在想，宗主已经很久没有来看碧瑶了。这10年来，宗主鬓边的白发多了多少？你总归看得见吧？他不是不想他唯一的女儿，他只是把痛楚都藏在心里罢了。对了，黑巫族一事进展得怎么样了？黑巫族只是在1000年之前昙花一现，如今再想寻找，我连半分头绪都没有了。张小凡寻找了这么久的复活之法，也什么办法都没有。幽姬，你以后不能再这么叫他了。宗主一再提醒，他现在已经是鬼力了，他与正道再无任何关联。青龙，你说一个人真的可以这么容易遗忘过去的一切，成为另外一个人吗？我知道你对碧瑶心存愧疚，认为自己没有保护好她。不过，以前的那个张小凡已经不在了。如果我是碧瑶，即使你历尽千辛万苦，可当我醒过来的时候，我喜欢的人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那个他。可你说碧瑶，她喜欢的是张小凡，还是如今的鬼力？这对我，对你，都不重要。碧瑶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之后有很多事情要忙，所以没有来得及看你。你不会怪我吧？啊，如今我完成了你的一桩心愿，我也是鬼王宗的人了。现在我跟你一样，都是魔教妖人了。等你醒来以后，
你一定会觉得很惊讶。你爹说我穿上这身衣服，话变得少了。其实不是话少，而是有很多话我不太想说。这个世上值得聊的事情和想要聊天的人变得越来越少。好，你看我这一身衣服好不好看？我猜你一定还是喜欢我在青云门穿的衣服，尤其是我们刚刚认识时穿的。可是这10年，这身衣服缝缝补补，穿了又穿，实在是破旧不堪了。这10年我去了很多地方，有我们一起去过的，也有你没有去过的。我常常在想，等你醒来以后，我们俩什么事情也不做，我就带着你游山玩水，走遍天涯海角。过几天我要回青云一趟。你爹说的没错，有些事情总是要去面对。等我回来以后，我会抽更多的时间陪你。表，保重。起死回生，本就是逆天之举。此次无功而返，也是意料之中的事。宗主切勿介怀。我明白，只是这10年来，我一直在想，既然合欢陵让碧瑶残存了一线生机，我们手上的天书根本不全，只有1、2卷在手上。我想不明白的是，如此缥缈危险的事，你怎么敢承诺于鬼力？
陆师姐，林师弟，今天怎么突然召集各脉，前来通天峰议事？萧师兄派出的弟子从死亡沼泽回来了，打听了一些南边的消息。有他的消息吗？有情，原则还是要有的，否则怎么能只管戒律堂呢？听说这些年，你把戒律堂治理得井井有条。我不过是提醒一下，凡事不过是非分明4字而已。陆师姐，方才有那么一刻，你真的很像水月师叔。师父已闭关多年，难得林师弟还挂念着他。当年师叔也是这般的铁面无私，如今想起来，他所预料的竟然全部都是对的。可惜什么都改变不了。改变不了，那是好事。青云门里得有一个守原则的人，我看我是不行了。师弟，师妹，师兄，宋师兄，你们在聊什么呢？怎么也不进去啊？不过是闲聊往事罢了。哦，对了，文敏说最近他要回小竹峰一次啊。是我要求的，想到近期可能要下山办些事情，所以请文敏师姐回小竹峰帮忙打理一下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啊，对了，你们快进去吧，别让萧师兄久等了。嗯，走。近日天下间纷纷传闻，西方大沼泽内忽有异光冲天，连绵数日，恐有异宝将要出世。本来这天降灵物，唯有德者居之，我们也并无兴趣。可是这消息传开以后，却听说魔教大肆西进，意图染指。都有些什么人？传闻7年前，玉阳子将长生堂设在了死亡沼泽一带，而目前万毒门也开始往死亡沼泽一带汇聚。我青云门的弟子查探到，这西方大沼泽内很有可能有玉阳子和毒神想要的长生不老的功法，以及传说中的天书。又是天书。当年第1卷天书下落不明，第2卷在定海庄内被鬼王夺走，如今则很可能是第3卷。这10年之间，魔教似乎没有停止过寻找天书的下落，想必他们还在处心积虑地想要复活兽神。若林师弟所言不差，那么这第3卷天书绝对不能落在他们手上。师兄，现在我师父还有曾师叔他们已经退隐，门派之事不过问，而掌门师伯还在闭关。这次西方大沼泽之事，看来还得我们自己应付。不错，那依各位师弟之言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若是天书，绝不能让他们得到；不是天书，也必须主动出击，削弱魔教实力。如今七脉师长闭关，或各自修行，用意很明显。青云事务全部交由我们来处理，师长们不适合出战，派师弟师妹们我不放心。看来只有我们自己走一趟了。算我一个，我同陆师姐一起下山。我同你们一起去吧。师兄，你是掌门首座弟子，责任重大，此事
还是由我去吧。近日，天音阁和焚香谷也派出了弟子前往。经过10年前的那场大战，我相信各位早已心知肚明。这两派表面上和我们是一团和气，暗地里则窥视我们正道领袖之位久矣。此次我同师弟师妹们一同前往，希望能持正道义，斩妖除魔，重振我青云声威。是。我突然想到一件事。张小凡日前下落不明，如今已失本门气度。若是投身魔教，又正巧被两位碰见，应该怎么办呢？萧师兄，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自然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难不成还要包庇本门叛徒不成？陆师妹误会了，我不过也是讨你这么一句话。既然大家有所准备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此事就这么定了吧，大家回去准备一下，我们最近就出发。娘，灵儿好久没见您了，都想死我了。你瞧瞧你，都嫁为人妻了，怎么还跟孩子似的？人家本来就是孩子嘛。哎，灵儿，这次通天峰开会，齐浩都说了些什么？齐师兄也没跟我说太多，不过大师兄不是去开会了吗？等他回来不就知道了？你这个大师兄啊，每次开会，人家说什么，他就跟着人家说什么，牵强附会，没有一点自己的主见。等他一回来吧，我还得追着他问东问西的。哼，每次一开会啊，这个齐浩跟萧逸才，人家一多说几句吧，这个大人呢，也不懂得坚持点原则。看来以后啊，这大竹峰就没有一个敢讲真话的了。好了，这女儿刚回来，说这些干什么呀？我田不易养了这一大门的徒弟，没一个让我省心的。哼，这个也不省心，那个也没用的。爹，你是惦记小凡了吧？灵儿。哎，傻丫头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别提小凡，你怎么就不听呢？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非得弄得两个人不高兴。10年没有看你，全人一点都不生分。果然没有白养你。过得好吗？有没有被欺负？也没法到处带你走。碧瑶，碧瑶她还没有醒。我带你回胡岐山吧，你愿意跟着我吗？
是你吗，老七？你猜我为什么知道早晚有一天你会回到大珠峰吗？是因为小辉还留在大珠峰，你没有将他带走。我想这一次你回来，是要将小辉带走了。从此以后，你与我大珠峰再无故人之疑了吧？无论如何，大珠峰是我曾经的家，这里的过往永远都存在我的记忆之中。子女迟早有一天会离巢，这是注定的。我现在仍然很感激师父当年，在我这一生最孤苦的时候收留了我。老七啊，不必客气。这么多年，始终是青云欠你的。我们彼此之间早已经没有亏欠。青云收留了我，却又杀了我，所以我只能走。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。下次再见面时，少侠，不管你叫什么，我想我们之间必定是兵戎相见。记着，不必留情。就算师父要杀我，我也不会杀师父。师父和师娘，多保重。告辞。师兄，啊，你说你每个月都拉着我来小凡的房间里打扫一次，你累不累啊？哎呀，不累，这是小凡的家，小凡要真回来了，看见这满地尘土的，像什么样子？哎，师兄，你这么做没有意义。
10年了。如果小凡的心里真惦记咱们，他也应该偷偷回来看看我们。可是这月月等，年年盼，还是没有他的消息。他还是没回来啊。老六，义不如心，人不如故。小凡向来是个重情重义的人，他忘不了喜欢他的人，自然也忘不了咱们。前2天我还蒙着他回来了，还跟之前一样，做了满大桌的好吃的，把师傅吃的那个开心啊！我的梦一向很灵的，小凡要回来，看到这啥都没变，肯定很开心。来，起来。师兄啊，都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谁都会变的。就说我们大竹峰吧，大师兄跟小师妹已经成亲了，老2、老3下山历练，4师兄又跟通天峰走得近，被派去下山打听魔教的消息。所以说啊，大家都在变，小凡又怎么能不变呢？小凡再变，那也是咱们师弟。我相信小凡，终有一天他会回来的。干活。行，我擦，我擦。现在他们又要下山了，万一再碰到小凡，那该怎么办呀？那能有什么办法？其实娘也舍不得他，可是，在咱们青云门当中，有他的位置吗？就算把他抓回来，又能把他容在哪儿呢？别说青云门，就是咱们大竹峰，也想不出任何解决的办法。这么多年都没有见到小凡了，我还真有点想他。
当年师叔也是这般铁面无私。如今想起来，当年他的预料竟然都说对了。张小凡如今下落不明，也是本门气口。若是投身魔教又被你俩给碰上，到时候该怎么办呢？来日与他再相见之时，便是不共戴天的仇人。到时候，你千万不要手软，明白吗？再见面时，你我就是敌人。这已经是第10个年头了吧？每年你都来祖师祠堂祭扫，有的时候还带着戒律堂的师弟们一同前来。其实这大可不必。我已在祠堂守了这么多年，外面的多少热闹，也都与我无关。过来祠堂，不是为了万世伯，原本是为了我自己。青云各脉，唯有通天峰和龙首峰的事情最多，繁杂事务，主持的戒律多了，或多或少，脾气也变了。只有在这祠堂当中，我才能不忘初心，守静如一。如果只能在祠堂里头进行修炼的话，那只能说你修为不够。人间尚有小隐隐于野，大隐隐于市之说。你在戒律堂里怎么就不能够进行修炼了？师伯教训的是我太执着了。只是有时，有些事若不常来，只怕会渐渐淡忘。这些年，你打探到张小凡的下落了吗？已经10年没有他的音讯了。今日接到萧师兄的任务，我和陆师姐过几日便要去死亡沼泽，说不定这一次就要和魔教正面交锋了。死亡沼泽。去到那里，你是想找到张小凡吗？你千里迢迢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回一趟青云，居然是带一只猴子。有时候我真是猜不透你的心思。这个世上，猴子比人要忠诚得多。你说的也不无道理。可是从今往后，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你去做，桂丽，不能再冒险了。有什么事情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请说。前些时候，我们在万都门中的线人传递来一个消息：西南死亡沼泽里有一个藏有奇珍异宝的巨大宝库，在不久的将来即将显示。和碧瑶有关系吗？有关系。我猜其中的一卷天书就在这里面。传说死亡沼泽始终被迷雾所笼罩。
叔叔啊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爷爷外出访友，这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了。这城里大大小小的事儿，你都交给我不管吗？那个小环，师门有命，让我回青云一趟。你回去用御剑就行了，你干嘛要用那个鲁班渊？你是去找小凡哥哥？哎，你这天眼真是越来越厉害了，什么都瞒不了你。你有小凡哥哥的消息了？没有，不过我爹来信说，位于西南的死亡沼泽可能有天书现身，魔教4大派蠢蠢欲动，青云、天音、焚香谷也派弟子前往。我估计小凡应该也会去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那不行。你就带我去嘛，我这天眼测算法很强的，连爷爷都说我可以独当一面，纵横江湖了。我去了，说不定还能帮你们找到天书呢。小环，你不明白，据说这死亡沼泽有入难出，凶险万分，而且各派前往争夺天书，预示着时隔10载，又有一场正魔交锋要开始了。到时候混战起来，我怕保护不了你周全。我不会拖累你的，叔叔，真的。这些年，江湖传闻和你们打探来的消息，都说小凡哥哥变成了魔教的血公子，心狠手辣，所过之处不留活口。我不相信他是那样的人。我也不相信这些传言。可是不管怎么样，他还是入了魔教。所以，我想亲眼见到他，看看他到底变成了什么样的人。自从他离开于都，已经10年了，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那里，在那里寻找救活碧瑶姐姐的办法。只要能见到他，哪怕是一面，知道他平安，知道他还活着，就好了。好了好了，我带你去。不过咱们俩先说好啊，周爷爷不在，一切都要听我的。遵命，少城主。哎，不过那个大沼泽那么远，你这木鸟能行吗？这次我们可是2个人哦。怎么不行啊？当年我就是跟小凡一起。放心吧，这是我改良过的鲁班渊，不会让你出事的。谢你。那咱们走吧。你们青云的人到了吗？还没收到消息，应该还在路上吧。咱们先找一住的地方。哎，这里离死亡沼泽那么近，要刮风的话，这瘴气一吹，普通人都会中毒的呀。没事，我事先准备了避毒的丹药，咱们先吃2颗。疼死我了！疼死我了！
原来是你们呀！野狗。呀！等！这弄的什么宝贝啊？还宝贝呢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鬼王宗派你来的？狗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我凭什么告诉你啊？小安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你过得还好吗？挺好的。哎，你以前不是特喜欢蹲在雨都吗？你怎么这么久没来了？哎呀，人在屋檐下，这狗爷现在是身居要职啊，肩负重任，整天都得忙着建功立业，没空。哦，一个人跑到这蛮荒的地方来，也没带个帮手和下属。你这个身居要职，到底是什么职位啊？你管我？哎，小安，你怎么跟他跑到这儿来了？这边很危险的。死亡沼泽吗？我知道的。不单是沼泽，还有大王村。什么意思？我就不瞒你们了，这个村早就没有村民了，现在里面呢，正邪都有。至于为什么来，我想你们可能都知道。哎呀，就在这几天呀，那里面就不知道发生了多少起争斗。师姐，此地再往西走，就是死亡沼泽了。哎，听说前不久啊，沼泽中是金光大作，直冲云霄啊。据说啊，这可是百年不遇，将有宝物现世啊。南来的北往的，既然大家在大王村歇脚，不如请这位姑娘算算命，测一测吉凶，如何？哎。大家不知道吧？哎，这位姑娘，预知50年前程，能断300年运势啊，那真是铁口神相，比判阴阳啊！预知未来日子如何，起来看上一相吧。切，哎呀，你这么说太像托了，谁会来算呀？那我怎么说呀？先说一下，我们这个是祖师真传，看一次要10两银子。也好。你先帮我看一下这3个字里的吉凶，看看运势如何吧。秦无言。这位客官，言字本是双火至阳之势，但中间以无字镇压，峰回路转，则为阴柔。
又有秦自玉溪，逐往西方阴寒之地大利。西方死则正是阴寒之地，你此次前往，运势必定不会差。多谢姑娘。这是10两银子，请你收好。这个是毒公子秦无言。鬼王倒是说过，秦无言也来了，但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秦无言呐？听说这儿有人断字测吉凶，姑娘，请帮我看看这2个字。鬼力，看看我运势如何。这位公子，人皆有魂魄，死后魂魄不散者，多为阴灵鬼体，为世人所惧。公子取这等凄厉的名字，分明未信鬼神，何必问我？你长大了。小凡哥哥，他来了，我也该走了。小环，保重啊，保重啊！副总长，什么时候来的？鬼王派我到大王村等你，整整10天了。哎，那只猴子呢？死亡沼泽里面瘴气弥漫，小慧虽然是灵兽，但是吸入过多。许久未见，正道也好，魔道也罢，既然你来了，想必死泽之内那份异宝，必定是逃不出鬼王宗的手心了。
你说什么？我这才走了一会儿。嘘。他也来了。还有，你确定那是季无言吗？不确定。这都10年了。小凡哥哥，他变得和以前很不一样，连名字都改了，叫鬼力。不行。等等，你上哪去啊？找人啊！你上哪去找啊？你不是会算吗？你算一下，算他去哪儿了？我问你，我算完了，你准备跟他说什么？这等进了死亡沼泽，肯定会碰到的。就算现在扔个砖头都。都能吃了。大哥，你来了。你这堂堂于都城主，居然跑来死亡沼泽和一群魔教抢宝物，太贪心了吧？哼，10年不见，表哥对于都城还惦记得很吗？哦，这次出来千万看好你的玄火剑，别一不小心啊，又把镇派之宝弄丢了。左叔叔。叔叔。依我看，这10年之间，你功夫没怎么长进，嘴巴倒是厉害了不少。我劝你赶紧滚回于都，别把小命搭在这死泽里面。想知道功夫长进了没有？你可以自己过来试一试嘛。别理他。没事儿，我得替外公教训教训他，别让他又像当年一样狂妄自大、目中无人，一不小心又把小命给弄丢了。当了城主就真的拽起来了，想教训我？好啊，当我怕你？走。